要吃早餐。吃早餐。还有谁在吃早餐？要吃早餐。早餐是要7点的时候吃还是早餐哦？不是9点10点，吃还是早餐哦？有时间不知道。对，是早餐。你如果有在吃早餐，按那个时候吃早餐的话，有时间你现在看起来也是30分啊。主要是补充我们纤维水。来，两口起高来更年轻1岁，那我们宁愿让他年老1岁。因为如果是强迫运动，因为要带动物出门便便，这我倒是可以接受啊。因为你要带我们便便嘛，你一定要去运动啊。但是养狗要跟它洗澡什么的，见仁见智哦。起高是或者不想。加啦，起高因为让船去运动啊，是靠运动啊。你这高运动细胞它会越来越少。女生可以体重年轻1.7岁哦，1个礼拜2次，每次20次可以前后提高士气，还可以后面或者其他话苗条身材体重呢？其实还有一个动作，在上吊单杠，你拿脊椎有学过这个吊单杠，可以让你的脊椎矫正，但是不要过度啊。来，每个小饮1次，年轻1.5岁，小饮1杯啤酒，葡萄酒、红酒、白酒谁可以？鸡腿酒辅助心脏功能健康哦。这个以上纯属他的专家所说，或者没有代表或者的立场，但是小饮是可以，但是不可以豪饮啊。来，教我们年轻1岁，你有没有觉得没有比较年轻？有，因为那个朋友可以让你什么补一口牛气，到10岁就不能吃喝酒了。你如果受到有人怎样，那你请的时阵，如果有朋友让你补一下你的那个补你的气，你会觉得怎样？轻松多了。如果都没有朋友呢，你也生闷气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补一口气，那个朋友你要看一下。你不要来跟我讲，你讲完我马上给你发布消息。其实是要跟你的资金不一样人脉人际脉络越广，你的情绪压力就会可以舒压。这是真的，这是专家所讲的。所以朋友不要太多，刚刚好就好。知心的交情的如果不用交太多，那个就让女生轻松的。